恭喜蔡英文总统能够连任。他也跟我们全国同胞一样，跟我们党的看法相同，希望蔡总统的第二任能够做出更符合国民需要的政策，让中华民国能够国家安全，能够让人民能够安居乐业，两岸能够和平稳定发展。这其实就是我们中国国民党一贯的主张。今天我要跟各位报告，我们在总统选举上遇到了挫折，在区域立委席次也并不完全符合我们的期待，所以就中国国民党的政治任务而言，我们并没有达到好的成绩，这我们都要冷静、沉思跟检讨。未来我们希望中国国民党能够在基础上更求精进。至于这一次跟选务有关的一级主管以上，包括主席、副主席，包括秘书长，包括一级主管以上的重要的干部，我们会向下个礼拜预定开的中常会，要请求准许我们能够总辞。这是下个礼拜中常会会在此地再召开。我们是对中常会负责，中常会是对中央委员会负责，中央委员会是向全国党代表大会负责。所以今天跟各位媒体的朋友特别报告，总统的选举其结果不如我们的期待获得胜选，而以挫折来告终。但是韩国瑜同志已经尽其努力，全力以赴，同时在竞选的过程当中也没有逾矩，所以充分的代表我们中国国民党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竞选的风度跟气质。我们也对韩国瑜同志虽败犹荣，我们要给他致以最深的谢意。他代表中国国民党，其实也代表我们中华民国的全体国民的风度跟气质。我们希望韩国瑜同志未来就如同刚才他在记者会所说的，他会以高雄市长的身份，对高雄市的市政工作展开积极而有贡献的建设。就我们中国国民党而言，虽然总统的选举遇到挫折，立委的选举也不如预期达到，这是我们自己，我们所有跟选务有关的一级主管以上的同仁，我们会向中常会提出负责。所谓负责，就是总辞。那么到底中常会会什么决定，到下个礼拜才能够了解。总而言之，中国国民党可以挫折，但是不能放弃信心，也不能放弃广大同志跟国民对我们的期待。我们将来还会愈挫愈奋，重新找回我们能够让中国国民党坚强、成功、服务、忠诚，真正达到我们中国国民党始终如一的目标。再一次感谢大家能够等了好久的时间，因为如果在程序上不能等候
韩国瑜同志开记者会，我们才会来召开这个记者会。再一次感谢各位所有耐心等待的记者朋友们，感谢大家的关心，感谢大家的支持跟指教，谢谢各位，我们一鞠躬，谢谢。